来针对郭文泰所牵涉的金华城的弊案，法院昨过来开羁押庭，最后的裁定是维持原交保。郭文泰的小妹郭美兰伫小草的群组拜托大家一审进前暂停有关郭文泰的抗议活动。外界猜测是今日去害到郭文泰。郭美兰今仔日来回应，讲因为小草这一年来实在辛苦，即摆郭文泰交保，小草会当好好休困，郭文泰嘛会当安安静静准备开庭。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泰昨暝第二摆交保，行出北院，支持者是热情相挺，现场有小草也手帮画口号。郭文泰羁押这一冬来，民众党公街甲小草举办未少抗议活动，不过即摆敢是要全部喊停。郭美兰伫支持者群组内底传消息讲，想要拜托各位好朋友暂停有关郭文泰的抗议活动，一直到一审开庭，互法院甲郭前主席拍拼解决司法问题，也互大家回归正常的生活。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刘益善质疑，郭美兰是咧叫黄国昌卖个办糟土，较袂害着郭文泰。1年多来，其实大家都累了嘛。然后我也觉得我哥哥现在应该是准备一审吧。我是觉得对法官也好，或者是对我哥哥也好，其实这段时间大家都要去研读法律的问题嘛。人的好意吼，咱唔知要安怎讲，因实在是真帮助。对。咱嘛是希望讲吼，大家安静就好。各界人感谢小草一路的支持，也话讲大家辛苦一冬，应该爱好好休困。郭文泰也会当安静准备开庭。那现在柯主席交保了，让他休息，那我们的支持者们也能够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时间休息，好好陪伴家人。我想这应该是他的初衷。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航今出来道解说。也毋过，伊进前则因为政治的身份，佮甲郭文泰坐公车，才做保险提起抗议理由。大量市议员刚好手剑甲讲，莫因为抢镜头牺牲郭文泰，敢若就是咧屁想陈志航。虽然落尾党中央解释讲，毋是咧追究党的责任，也毋过如今郭美兰佮在话讲，暂停抗议活动，也互外界产生未少联想。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